好来，继续来看这个中国推出的农林22条的措施，鼓励着台湾人民甲台资的企业到中国去投资，这确实是真好康哦。讲只要甲规个产销班拢甲带过去，安尼土地甲资金拢甲你传遍遍。也毋过，这个国安局长陈明通来警惕讲，这根本就是满天钻金条，要杀无半条，看起来哪像真有前途，其实是真无实际。 台湾的农产品是外销的主力之一，也过中国伫3月7全面封杀台湾的往来了后，3月17雄雄又过表现出善意，看起来是对台湾正好的措施，也过实际上呢。 过去以来，那么中共就是所谓的惠台措施吧，31条、26条，现在22条，我的感觉是满天钻金条，要杀无半条。国安局长陈明通直接呛讲，就是因为中国各大办、农业农村部、林草局等11个部门联合颁布的农林22条，表面上看来是用资真方便，卖使开拓内销市场，对于台湾的农友来讲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优待。也过有学者讲，这款的做法无定对于农友来讲，只是看在眼前的短期利用。 这个本土的产业当然会有一些影响吧，冲击。但是如果说短期的好处到最后，那些人可能就后悔来不及了。农业会主委陈吉仲嘛有开过记者会，有提出数字，表示讲过去10年来，台湾到中国农业投资的件数，当年拢要超过10件，加上这摆农林22条措施，就是旧干仔底新酒，看来作用无大。